继续来看，警方宣布讲抓到一件咱国内上大规模的电子私分厂，因涉嫌甲6个泰国的查某人对中国进口原料来加工，帮暂时设伫国外，民众会当伫网络顶头来买。警方是查扣持达超过1亿的成品和原料。 查缉人员入去这间厂房，内底拢是混油的成品甲半成品，干那清点就真够工。这个好像是包装，这都是包装。货架顶悬有各种口味的混油，另外一区拢是原料甲来路不明的旁证。警方去年底锁定姓张和姓李的这对男女朋友，因涉嫌透过海运为中国进口尼古丁含几种口味的旁证，佮加入其他化合物，了后注入电子分弹或者是混油补充罐。 再个透过外国的网站提供民众注文。我国目前全面禁止电子烟制造、输入、贩卖及使用，最高可处5000万元罚锾。即便单纯使用电子烟，亦可处新台币2000至1万元罚锾。 为着避追查，主嫌佮另外6个泰国籍的查某人，伫台中市区设3大电子分工厂。警方今年5月下旬出动抓人，查扣大量的成品、半成品，市值超过1亿。警方依照违反药事法、税关稽征法甲洗钱防治法上班，违反危害防治法的部分，而且起负卫生局裁罚。医师提醒，使用电子烟买对身体造成伤害。化学物质呢，它也有致癌的风险。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重金属，它可能会沉积在我们的肝、肾、心、肺、脑里面，会造成我们长期的危害。尤其是对于青少年的话，我们脑神经的系统发育还没有完全。医师表示，电子烟大的尼古丁成分平均分是悬数倍到数10倍，而且会造成厌昏、依赖，尤其对少年人的心肺功能损害是搁较大。记者台中报道。